班入波定係個咩事？人啊，啊呢邊人人咪係咯咪咯，我不嬲都係咁計啊嘛。你都話有啲人會調翻轉咯。好，而家開咗波啦，因為好多人，今日20個人啦，所以分咗4隊。而家有白色對黃色，緊張啊！睇下 Hugo 會唔會射波先，係唔會嘅，傳翻出嚟俾古高。哎呀，甩咗，我見捉唔實呢個波，希少落翻個波。黃色要慢做啊！黃色冇心急，傳咗俾大黃，傳俾阿蛇，再傳俾波希，試射3分，爭少少，大黃攞翻個進攻籃板，自己起手3分，哇！入咗㗎，犀利啊！大黃3分。而家呢度係龍頭居對梁頭居喎，而家先睇到添。Kogi 就傳俾高位嘅阿外，俾 Hugo 試射 ，Vince 攞翻防守籃板，希少攞大個半場。俾大黃就傳翻俾 Weak Side 嘅阿蛇。阿成冇射到，傳俾波希帶一步，但係帶咗去古高心口，所以古高攞咗個波。Hugo，黃色出界 ，Vince 貼咗出界啊！哎呀，阿外傳咗俾底線嘅醒爺起手。2步，啲人以為佢會傳翻出嚟，點知佢自己起手，犀利啊！呢個飛大黃，哎呀！大黃諗住貼俾邊嘅時候，俾阿外見到，但好彩希少救得翻。哎呀！波希呢個2分爭少少啊！俾醒爺同俾 Hugo 點起手咧，自己帶入去，傳翻俾 Ogie， 傳俾出邊嘅醒爺自己帶上籃，哎呀，爭少少啊！大黃攞翻個防守籃板，Hugo 綁鞋帶，阿堅自己帶入啊！呢個犀利啊！係咪冇助攻啊？係冇助攻嘅。而家係5-2，黃色領先。醒爺諗住傳俾古高嘅時候，古高冇睇到個波，大黃就攞翻個波啦。呢少傳俾阿蛇，傳俾波希帶咗一步傳翻過嚟 ，Weak Side 傳俾大黃。大黃甩俾遠啲嘅波希，冇機會起手啊！阿蛇彈地俾兜，哎呀，犀利啊！波希竟然喺阿牛搶到個籃板之後，黃色再開個波，頭先應該係一個練習。阿蛇咩手咧？唔知阿蛇嘅康復狀態去到咩地步咧？佢應該係咁，太耐冇練唔敢射住。哇！呢個諗住，哎呀，醒爺啊，唔小心甩咗個波啊！黃色繼續進攻。阿蛇起手。爭少少喎，Ogie攞翻個防守籃板 ，safe。靚啊！不過擋到啊，好波好波。呢個靚走位啊，真係。仲有5分鐘。
大王爭少少就攞到呢個波㗎啦。練翻嚟嘅，希少但人哋俾阿 Vince 傳翻過嚟，中間再傳翻俾阿 Vince， 再傳翻俾希少，俾波希起手有啊3分，希少 assist。阿呆攞翻個籃板，包埋上去。阿呆嘅爆籃啊，好耐冇見過啦，好犀利啊！應該隻腳好翻咗之後可以跳多啲啦。希少傳俾 Vince， 再傳俾阿蛇，再傳俾希少，傳俾走過嚟嘅波希，有個 green cut 啊！仲有3分鐘20秒。手，哎呀，爭少少，波希攞翻個防守籃板，自己帶一步之後俾翻希少，希少一個逼傳啦，不過冇傳到，自己帶過嚟半場。幫佢擋完之後，但地俾翻大王，再傳翻俾希少起手，大王assist希少2分，犀利啊！呢個進攻，而家係13-4啊！大比數領先啊！華師要加油啊！哇！好靚啊！醒爺啲球雖然唔入啊，但係真係好犀利啊！對住大王係要咁㗎，但係好勁啊！希少傳俾阿蛇，傳翻俾希少，甩俾阿 Vince。哎呀，危險啊！因為俾阿呆打到，所以醒爺偷到個波。不過唔夠高啊，又有壓迫啊，所以醒爺呢個快攻係唔入㗎。仲有2分鐘。阿呆又放呢個防守籃板，小心啲啊！古惑狼真係好多古惑狼，佢哋成日都主動抄人哋波嘅。Oki 43分，爭少少啊！古高嘗試救波，俾阿波希攞翻。阿蛇起手2分，哇！阿蛇翻嚟啦！最後1分鐘，最後1分鐘。5-8啊！胡哥投4分好關鍵啦！最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完係15-8嘅黃色隊贏。